一入屋就充滿咗溫馨嘅氣氛。獅字櫃嘅設計用盡每一寸嘅空間，加上洞板，常用嘅包包、背囊就有容身之所啦。廚房嘅空間規劃得好好，台面夠晒闊落，收納咧都好就手。獅字櫃延伸去到飯廳，變成一個頂天立地嘅儲物櫃，加上特色護牆板，夠晒靚之餘，仲有充足嘅收納空間。鋼琴上邊嘅掛牆櫃啱晒用嚟放小朋友嘅獎杯啦，有充足嘅收納空間，咁樣就可以保持客廳企理啦。主人房做一個地台，增加收納空間。床邊嘅書台、衣櫃規劃得井井有條，收納空間充足之餘，仲覺得間房咧好闊落。全靠用家私間房，兩個小朋友各自都有自己嘅小天地。每間房咧都係針對小朋友有貼心嘅設計。住咗4年，業主都係咁滿意。除咗啲家私真係靚之外，仲有真係好實用。呢個都係我哋益達家居訂造家私嘅理念，令到你屋企成為一個溫馨舒適嘅家。